山水田景诗亭，规划人家边，文化又创新。大家向前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义民嘉年华第38届，不只是我们对客家文化的传承，我们对于义民爷的一份感恩和祝福。客家文化的精神就是忠义、保卫家园以及勇气，也代表着我们客家乡亲坚毅不拔的精神。茶山流水那天应是流来天哪，台北新合作，台北新合作。年轻少年真情不累脱，台北新故乡，台北新故乡，香火相传国泰有名台北。家人聊聊嘅鄉情，水茶飲料化不倦，茶山水田景詩亭，規劃人家邊，文化又創新。白銀流來鬧那熱鬧。娘生流來顯啊，同好在心田，山歌響連天，百年老熱娘神仙，播種真容易明顯，忠孝傳千年，客家新樂園。年輕少年真情